肖战任敏的《玉骨遥》已经上线16天了，依然稳稳占据着热播榜的榜首。这部剧无论是演员的选择，还是剧情的走向，都让人越看越上瘾。那么今天乐风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《玉骨遥》中的6位古装美女，哪一位才是惊艳到你的存在呢？第6位，秋水歌姬。秋水歌姬是鲛人的化身，拥有着绝世的容颜以及天籁一样的歌喉，所以她也将北缅帝迷得神魂颠倒，甚至为了安慰她无法回到碧落海的思乡之情，专门为她在帝都中建立了一个望海楼。但是让北缅帝所不知道的是，秋水歌姬其实是鲛人复国军中的一员，为了鲛人复国，她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，所以其外表看起来清纯温婉，实际上心狠手辣。搭配上陈欣宇的绝美容貌，属实是让大家知道了什么叫做蛇蝎美人呐！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也忍不住让很多的观众产生怜惜。不过秋水歌姬依旧是一个反派，属实是可惜了。第5位，清妃。清妃为了让自己儿子继承空桑的皇位，也可谓是不择手段了，一心想要置石颖于死地，也是一个十分恶毒的女人了。并且清妃还十分懂得审时度势，对于局势的变动把控的非常精妙。但是最终清妃还是太低估北缅帝了，被北缅帝请来的剑客在龙床旁边将其杀死。而饰演清妃的也是大家熟悉的陈子涵了，之前她就是各种古装剧里面的古装美人，比如大汉天子中的平阳公主，还有活佛济公中的胭脂等等，都是让不少观众耳熟能详的角色。这一次陈子涵饰演的清妃，一身简约低调的装扮，更是给角色添加了几分稳重的美感。即便是现在陈子涵年纪稍微有些大了，但是颜值依旧是很抗打，对于角色的演绎也是入木3分，真正的做到了让角色是被大家恨到骨子之中。其实啊，这也算是陈子涵的成功了。第4位，白嫣。此人就是男主石颖的生母了，不过却因为被清妃陷害，说她杀害了秋水歌姬，所以导致了她失去了自己的后位，在后宫之中惨死了。而石颖也是因此失去了太子之位，被送到了九夷山修行。之后知晓真相并且爱慕他的大司命将真相告诉了北缅帝后，这才让石颖重新获得了太子之位。在曾黎出演白嫣出镜之后啊，同样是让大家眼前一亮，她的古装依旧是十分的舒适，作为皇后，扮相上面却十分的淡雅不张扬。而曾黎本身的气场和颜值也都是十分的出色，完全可以撑起这个角色，跟之前《星汉灿烂》中的萧元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角色，但是却都被曾黎很好的诠释了出来，并且没有让大家出戏的感觉。也许这就是曾黎本身的一种实力吧。第3位，白雪英。白雪英就是白王的嫡女了，也是白颜皇后的侄女，更是石宇的未婚妻。她在剧中就是一个十分纯情善良的人，并且性格上也有一些的懦弱，跟她的姐姐白雪露有着很大的区别，不会去耍心机和手段，不过却有着很强烈的家族荣誉感。在整部剧中勾心斗角的情节里，白雪英也是一股清流的存在了。而在卢玉晓的演绎下，这个角色也多了一些柔和的感觉，相对来讲是更符合角色本身的个性了。加上淡雅的古胡，在那个扮相会给人呈现一种不争不抢的舒适美感。卢玉晓这位青年演员，如今还参演了《斗破》第2部中的小医仙这个角色。虽然第1季中的口碑有些拉胯，但作为网文大 IP 啊，第2季还是值得被期待一下的吧。至少也不存在斗气画马这种情况了。第2位，白雪露。作为白王的庶女，白雪露却从小就不招人待见，所以为了得到更多的重视，让白雪露逐渐的走上了歪路之中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可谓是不择手段，并且白雪露还很会隐藏自己的心机，将善妒的一面很好的伪装了起来。虽然作为一位反派角色，但是在王楚然的演绎之下，却依旧让人恨不起来。那一心搞事业的样子实在是太美了，加上简单的造型，惊艳了不少的网友，成为了整部剧里面的一位颜值担当。而王楚然在出道的时候，就凭借《将军在上》中的柳熙音这个角色，在当时杀疯了，一身白衣随风而动，双眼更是含情脉脉，犹如人间仙子一样。不得不说，王楚然的古装作品还是很值得去看一下的，即使他演绎的是反派也无妨，毕竟颜值即是正义。第1位，朱颜。朱颜是赤雉一族的郡主，也是赤王的独女，性格上面十分的善良，带着一些任性，是典型的大漠女子了。跟石颖之间最开始是师徒的关系，之后被大司马提名，发现自己喜欢的是石颖，两人逐渐的开始了双向奔赴，最后成功的嫁给了石颖，成为了摄政王妃。而作为主演的任敏，也是如今一位新生代的小花旦了。虽然在《玉骨遥》开播之后，任敏的古装造型被很多人吐槽跟肖战没有 CP 感，但先前在《清平乐》中的赵辉威却收获了不少的好评。所以说，这也并不是任敏本身颜值的问题，只是任敏本身的形象不太适配一些的古装。但是在这次的演绎上，她很好的诠释出了朱颜的性格。不得不说，活泼开朗的姑娘，谁看到都会被她的情绪感染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